啦，歡迎翻到嚟咧，就係澳門東望洋跑道啊！即將進行嘅咧就係呢個 GT 杯嘅自由練習，第二次嘅自由練習啊！咁啊，今朝早咧見到雲科爾都好快啊，咁但係好可惜咧，就係喺呢個文華東方灣嘅位置咧，臨到最尾嘅時間咧就係失事。咁啊，相信部車咧未整得翻㗎，因為都損毀得幾嚴重下。咁啊，為喺今朝早咧，你都同我哋一齊睇咗呢場自由練習一啦。咁其實呢一班嘅高手咧，嗱葉一飛咧呢位嘅中國車手喺今屆嘅呢個世界耐力賽咧，其實表現真係幾好啊，令人亮眼啊！係啊，唔知係幾好，我諗係超好添啊！係啊，冇錯，因為以一個中國車手咧，同啲國際車手一齊而攞到咁好嘅成績，真係可喜可賀嘅。咁啊，今朝早其實講翻啦，就係雲科爾啦。係做到最快時間嘅，的確係值得慶祝嘅。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就話佢最後一個圈咧，因為又係喺佢10年前同一個位置啦，就係呢個東方灣咧發生呢個意外。咁今次冇反到車，但係咧就架車撞位嘅情況咧都係頗嚴重。嗱，鏡頭所見就係阿方振宇啦，真係要讚一讚啦！方振宇其實喺頭先嘅自由練習咧，嗰個時間係超好啊！咁啊係排第2位嘅。咁我諗真係同呢啲國際一流嘅車手比試，而能夠有咁好嘅成績咧，的確咧係真係為港澳增光。冇錯啊，因為有富奧啦，咁啊富奧亦都係喺上一屆嘅賽事表現好好，咁但係去到最尾好可惜，真係戥呢位車手好唔係。上一屆嘅賽事真係好經典，咁啊冇辦法攞到一啲嘅獎項啦。咁但係見到佢嘅實力係好強。咁啊啱啱對上一場嘅呢個 F1 啦，free practice 嘅比賽咧，都可以咧就係練咗一節喎。係啊，冇錯啊，佢係 Ferrari 嘅 driver 啊嘛，咁佢亦都喺上一個回合嘅 F1 裏邊咧，喺第一日嘅試車咧就有機會咧係試 F1 嘅。咁即係話其實Ferrari 對佢都非常之重視啦。咁佢其實揸呢類型嘅 GT 車咧，的確咧就真係好得心應手㗎。咁啊，舊年我諗好多車迷都睇到佢嗰個精彩嘅演出㗎啦。咁啊真係〜逢車過車喺呢個水塘北角咧，亦都係過到車。咁啊過到邊個咧？其實就係過到港澳車迷亦都好熟悉嘅馬些路啦。咁馬些路其實自從佢轉咗去寶馬之後咧，成績係一樣咁好啊。係啊，呢位嘅車手啦，喺世界各地嘅一啲 GT 賽事啦，或者耐力賽啦，表現都非常之出色。咁啊，證明佢咧就有翻咁上下實力啦，就唔係話因為部車咧帶俾佢一啲咁好嘅成績嘅。咁啊，37號車，咁啊呢邊見到鄧益，中國嘅車手啊，要參加呢場比賽嘅車手啦，其實都唔簡單嘅，即係唔容易進入去呢一個嘅比賽名單裏邊嘅，唔係話你報名或者係有資源有錢就可以報。咁主要原因咧就係佢哋一定要符合一啲嘅成績嘅限定啦。咁譬如你話莫塔拿嗱，今朝莫塔拿咧，我都有啲驚一驚啊！點解？因為所有車出晒去嘅時候咧，佢部車就着唔到嘅喺呢個維修站。最後一個位置咧就係發車。咁但係好彩咧都仲可以出得到去，但係成績就唔算話太理想啫。係啊，喺呢個 time practice 裏邊嚟講咧 ，free practice 咧，我諗佢真係成績係唔算理想啦，係排喺13位嘅啫，即係16部車排13位，我諗遠，我諗係對於車迷嚟講咧就比較上失望嘅。嗱，鏡頭所見19號車啦，19號車咧，我諗大家如果記憶猶新都知道，舊年咧顏士拿咧曾經喺澳門呢個發生過嚴重意外㗎，直情要住院添嘅。咁當然啦，而家佢冇晒事啦。咁啊，今年嘅成績亦都相當之唔錯。亦都係其中之除咗麥塔拿之外咧，另外一部林寶堅尼。係啦，嗱，安仔，我哋見到咧，而家個天色咧就冇之前咁明朗啦。咁當然都仲係好好天嘅。咁但係個風勢都幾大啊。係啊，咁啊，即係今日天氣報告咧都係天陰為主嘅嘛。但係其實嗰個賽道嘅溫度咧，其實係唔錯嘅。咁啊，雖然話天陰啦，就睇到由今朝22-26度嘅賽道跑道嘅溫度咧，我去到頭先咧已經去到30幾32度到，咁其實對於即係賽車嘅發揮咧，咁啊其實真係好有幫助嘅。因為最緊要就唔好落雨得㗎啦。咁啊，天氣報告話呢幾日咧都最多係天陰嘅啫。咁所以即係電單車又好啦，咁啊各項嘅賽事咧都能夠希望順利進行嘅。
係啊，絕對係啊，絕對適合呢個賽事嘅進行啦。咁啊，亦都係風唔算超大啊，咁所以變咗我諗好多車喺咁嘅跑道咁乾爽嘅跑道咧，自然會做到好嘅成績。咦，咁啊見到就基雲啊，咁啊sorry 唔係基雲，皮卡利耶路啊，咁啊呢部咧就係雲科爾嘅隊友，咁啊都仲喺度，咁但係雲科爾架車又見唔到啦，喺呢一場嘅自由練習。嗱，冇錯啦，911呢部咧就係頭先提及嘅皮卡里耶魯啦。咁呢位車手其實喺今朝早嘅試車咧個成績係排第7嘅，都算唔錯㗎。半個鐘嘅自由練習，咁啊亦都為明天嘅排位賽咧就係做最後嘅準備啦。咁啊喺今朝早啦，有啲車手亦都有少少嘅碰撞啦。咁但係最嚴重咧都係雲科爾嗰部車。咁啊肯定咧喺今日嘅比賽裏邊出唔到噶啦。咁啊相信今晚佢哋嘅機械士啦，嗰啲所有嘅 mechanic 都要借埋啊！我相信啊皮卡利耶路嗰班嗰啲人都要過去幫手咧，就係掹翻正嗰部車。都幾擔心啊！撞得幾嚴重啊！嗰部車係啊，相當嚴重㗎。咁所以變咗今日其實而家第2次試車咧，原本係16部車啦，咁而家變咗15部啦。因為反而係最快嗰部咧，就而家係修理中啦。咁好肯定喺今個賽事度，即係喺今日唔能夠出嚟。咁聽日係排位賽，咁所以就更加重要啦。咁啊反而嗱如果992雲科爾出唔到咧，以頭先嗰個排位最快咧就係83號葉一飛喎。佢呢部 Ferrari 咧，其實比富奧嗰部咧係更加快嘅。咁呢位中國車手係咪犀利啊？喺咁多個車手嚟講，其實而家喺個賽車場裏邊咧，佢最快啊！係啊，咁基本上咧就係我而家覺得啦，係全個亞洲啊，即係亞洲地區啦，揸呢個 GT 咧，佢就真係最 hit 㗎啦呢位車手。係啊，絕對同意啊！關於呢一點，因為佢實在攞咗太多錦標啊！咁而咧其實喺舊年佢都嚟過澳門啦，成績都係相當理想嘅。咁所以今次嚟講咧，呢兩部 Ferrari 咧，大家係不容忽視啊！咁啊，作為法拉利直接簽約嘅呢個廠手，咁啊，所以咧。即係你都知道係唔會立亂簽人㗎嘛，係嘛？唔係話俾錢行到埋去咧，就係攞到嗰個法拉利廠隊嘅呢個牌頭。好啦，咁啊有部分嘅戰車咧就係繼續入翻去維修站行多一個圈，或者咧就係翻去再教一教啲嘢。咁啊而呢一邊咧已經開始做緊一個時間㗎啦，準備啊！咁啊方俊宇。呢部車咧，除咗喺今朝早嘅練習裏邊咧，時間夠快之外咧，亦都好賣得啊！點解咁講咧？原因就係出邊咧一啲嘅紀念品鋪有賣佢呢個模型啦，排晒隊，6點鐘已經排到咧就係超過200人去買佢呢部車。咁所以你話係咪受歡迎咧？係啊，而家仲排緊隊喎。仲係啊，排緊隊啊！頭先你琴晚亦都仲已經見到啦，有個長龍未減嘅。冇錯。咁啊，對於方俊賢嚟講真係好大鼓勵啊！所以頭先咧睇到咧喺佢嘅呢個 free practice 裏邊咧做咗成績咧係超理想啊！係啦，咁啊睇下呢一節嘅排位賽會唔會咧一樣係咁醒目啊？嗰個時間咁啊，暫時咧就係第一個衝出嚟，方俊宇。咁啊，由於前面冇車嘅關係啦，所以佢而家做嘅呢個時間咧，肯定咧就係如果唔係紫色就係綠色㗎啦，一定係㗎啦。咁啊，另外仲有瑞士車手馬些路啦，咁啊馬些路亦都轉咗咧，就係國籍㗎。咁啊，之前嚟嘅時間咧，就係用呢個巴西嘅車手，巴西嘅身份。咁啊，近呢幾屆賽事咧，佢都轉咗咧，同莫塔拿一樣啊，用瑞士嘅國籍咧就去參賽。咁啊，之前莫塔拿最初嚟澳門嘅時候係意大利車手啊。係啊，冇錯，而家轉咗瑞士車手啦。咁同埋佢呢幾年成績咁理想，所以今次嚟到澳門咧都好受大家歡迎嘅。咁啊，特別佢今次亦都帶咗個佢自己嘅一啲特別嘅頭盔啊，同啲車迷影相咁樣啊。嗰個風頭咧，其實我覺得佢而家係真係拍得住阿莫塔拿嘅。冇錯，咁啊車手除咗係有呢個宣傳嘅技能之外咧，最緊要咧都係關注翻咧就喺場上面嘅呢個成績。咁啊幾位嘅車手包括富奧啊，甚至乎咧就係我哋講緊中國嘅車手葉一飛啊。咁啊葉一飛咧佢今次咧佢都唔係用中國籍嘅車手去參賽喎。
都係用意大利嘅呢個國籍咧，就係註冊參加呢場嘅賽事。咁啊，留意一下啦，83號車嘅葉一飛。好啦，咁啊睇睇啦，30路車啊，咁啊方俊宇，原來又翻嚟維修站。要啊，係呢哇！但係有個車手勁喎，而家見到咧就911車啊，咪皮卡里耶路啊，咁啊佢做嘅時間都相當之快啊。咁啊睇下佢翻嚟，即係看台衝點前咧，就睇下做嘅時間幾多啦。咁啊2分21秒，咁啊帶咗頭咯，2分21秒061啊。係啊，咁啊勾住咧就係呢一個嘅富奧啦，一齊咧就係做呢個快嘅圈速。咁啊2分21秒061對呢班車手嚟講咧就唔算話好理想嘅啫，都係熱身圈啊。咁啊因為可以更加快咧，可以去到2分20秒之下嘅。咁啊仲有時間，咁啊兼且呢一個咧亦都唔係一個正式嘅計時賽嚟嘅，都係一個自由練習。45號車哈斯。不過你睇翻呢紮車嘅選手咧，即係車手咧，真係好穩陣，好同埋即係高手。一有啲咩事唔妥咁啊，即刻翻嚟維修站，而唔會話夾硬下，即係下去搏時間嘅。咁當然啦，咁啊呢啲車手即係而家近年啊，亦都係呢個嘅車系啊，亦都成為即係澳門嘅車迷啊，咁啊比較重視一個嘅比較賽事嘅。都係啊，咁啊除咗規格高之外啦，亦都係見到啦，就係呢班已經成咗名嘅車手咧，係嚟到參賽。咁啊，佢同方程式嘅嗰班車手咧，係完全唔同，因為呢啲已經係身經百戰啦，成咗名喺世界上面亦都有知名度嘅車手。咁啊，方程式嘅車手咧就係一啲未來之星，咁啊，所以咧觀賞嘅角度又唔同。咁啊，45號車嘅哈斯。所以各自各精彩啦。咁啊，講一講指標時間先嗱。其實喺以東望洋跑道嚟講咧，澳門 GT 杯最快嘅時間亦都係馬些路自己創造㗎。馬些路做到時間係2分15秒.66啊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指標時間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頭先咧雲科爾咧係破到佢嘅紀錄㗎。嗱，時間破到，但係呢個係 unofficial 嘅，因為呢個係 free practice 唔計時，即係唔係當係一個正式嘅一個紀錄嚟嘅。咁但係可以睇到其實呢紮車咧係真係超快嘅。呢個時間其實馬些路嘅時間咧已經係2019年嗰陣時咧係做咗出嚟㗎啦。咁多年咧都未有人破到喎。咁睇下今年點樣啦。冇錯啦，咁啊隨住科技嘅呢個發展啦，再加埋咧就係輪胎嘅技術啦，不斷咧就係提升，咁啊變咗喺各方面性能都有所提升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破紀錄咧只係遲早嘅事啫。咁啊富奧2分19秒109啊，咁啊但係佢做出嚟之後咧，好快半面都唔夠啦，就係比911嘅呢位車手啦，皮卡利耶路啦，再快啲啊，2分18秒328啦，安仔。係啊，咁啊即係每個圈啊，而家見到咧皮卡利耶路咧。咁啊，其實一路嘅時間咧都係啊越做越快嘅。咁不過而家亦都係啊，咁啊另外嘅幾位選手啦，包括45號車嘅哈斯同埋23號車嘅保高拿茲咧，都做到2分18秒左右啊。咁啊已經係突破咗2分19秒以下嘅。嗱，哈斯都快嘅，因為幾屆嚟到澳門參加比賽啦，其實佢都攞到係前6啊、前5嘅呢啲時間。嗰個成績，咁啊講緊係正賽喎，咁所以咧可以睇得到呢位德國車手咧，其實係好穩定嘅，咁啊唔會話有太多嘅問題出現啦。基本上每一年嚟到咧都可以排喺咧第5、第6呢啲名次。咁啊而家咧個速度更加係去到第2位啊，咁啊反而咧就係最多車迷關注嘅。咁啊當然啦莫塔拿啦，咁啊莫塔拿暫時個成績咧排喺第7，2分20秒959。咁啊喺熒光幕大家見到咧，呢個圈咧馬些路可能會有更加快嘅時間啦，因為佢喺第1個路段已經做咗個紫色嘅路段，第2、第3咧亦都同以往嘅時間咧係有所提升嘅，咁所以變咗呢個圈嚟講咧，我諗係好大機會啦。嗱，與此同時咧，雲特連特啊31號車咧揸住架寶馬，兩架寶馬咧都係好快好快啊！即係呢兩架車係好有機會啊！嗱，冇錯啦，雲特連特已經做咗個快時間啦，已經上咗去第1位啊！係2分17.7㗎。雲特連特所效力嘅嗰隊寶馬車隊咧就係 Team WRT 啦。咁其實呢隊車隊咧同寶馬廠方咧嗰個關係非常之好啊。咁啊除咗咧就係直接支援佢哋嘅呢啲M4嘅呢啲 GT 跑車之外咧，亦都俾一個更加高嘅門檻俾佢哋啊。冇錯啦，嗱馬些路咧係做咗更快時間2分17.69啊，佢係比30號雲特連咧更要快嘅。咁即係話而家目前嚟講咧，兩部寶馬咧係最快啊。
咁啊睇埋呢部啊，咁啊911嘅，咁啊就係皮卡利耶路嘅。咁啊，做個時間睇下會唔會有所又係撞快咗。哇，其實好睇喎！而家每個圈其實每個車手咧都突破緊時間㗎喎。係啊，即係唔止突破自己嘅時間喎，係突破大會嘅時間喎。呢樣嘢厲害啊！咁而家變咗最快咧就係皮卡里耶路嗰部保時捷啊，佢做到個時間2分16秒9啊！咁啊，而家全場係做佢最快啦。咁真係比較可惜咧，就係雲科爾喺今朝咧撞爛咗自己嗰部車啦。咁啊冇辦法咧，就係參與呢個第2節嘅呢個自由練習。咁啊，如果佢喺度咧，我相信咧個時間咧一定會係再快啲添。冇錯。好啦，翻到嚟呢一個嘅大看台前面，63號車莫塔拿。咁啊，莫塔拿咧今屆賽事咧同去屆一樣啦，都係駕駛林寶堅尼嘅賽車啦。咁而家個時間就唔算話真係好快。咁啊，排喺第10位啦，2分19秒1。咁但係比之前自己嘅呢個圈速咧，已經係有咗提升㗎啦。嗱，呢個圈咧2部寶馬翻嚟呢個時間都會快嘅。我諗大家如果睇個熒光幕都會見到咧，就係特別係雲特連特嗰部啊。其實咧佢喺呢4個 sector 咧，3個 sector 啦都係快咗嘅。咁係有機會咧再創高峰。咁但係睇翻馬些路嚟講咧，個時間咧其實佢喺第一個路段咧亦都係做咗紫色嘅，即係話咧佢呢個圈嚟講咧係有機會搶翻個第1位嘅。雲特連德上到第2啦，2分17秒203，咁啊只係比頭車咧慢咗0.236秒啊。咁啊跟住翻嚟咧有馬些路啦，已經去到第4個路段。咁啊當然啦，要上去第1嘅名次啦，喺下邊啦，第5個路段啦，要再做快少少先得，啱啱過呢個嘅終點啊！哦，咁啊上咗去啦，2分16秒915啊，上咗第1位。冇錯啦，馬些路咧又過翻呢個皮卡里耶路啊，過咗部保時捷，即係話而家最快嘅車咧就又變翻寶馬啦，係馬些路呢個呢部寶馬係最快，係2分16.9啊！咁但係見到藍色呢部嘅保時捷咧，好快啊！相信會刷新個時間㗎啦。因為咧頭先喺4個路段嘅時候已經快頭車0.4秒，911號車。咁啊皮卡利耶路嗰部車咧得唔得咧？咁啊相信要等再下一個圈先得啦。因為頭先個圈咧就係0.011秒咧，係稍為慢過呢一個嘅馬些路。係啊，留意喎，唔係0.1秒喎，係0.01秒啊！即係非常之接近。眨一眼就已經係冇錯啦，已經係同平排係啊，因為馬些路係2分16秒915，佢係2分16秒926啊，就係差咗0.01秒嘅啫。不過皮卡里耶路頭先有幾個路段就做得好喎，係第4個路段啦，可能有啲慢車影響咗佢咁啊，所以變咗咧，咁啊最後嘅成績咧先係慢過馬些路0.011嘅啫。係啊，有啲可惜啊。其實而家大家都好接近啊，都喺0點幾秒之內咧係決定呢一個嘅頭車啦、2車啦，甚至乎係3車嘅呢個位置。咁啊一齊坐下馬些路嘅順風車啦，去到咧就係海角遊運摩洛園之後嘅呢個發結灣。呢度咧就係全場最窄，只係得7米咁闊嘅啫。咁啊，跟住咧就係發一發個尾，跟住落翻嚟咧就係下路啊漁翁街嘅大直路。咁啊呢度嘅極速咧，相信會超過250公里嘅時速。咁啊，暫時馬些路呢個圈咧，似乎第3同第4個路段做得唔係話太過理想啦。咁啊，要再突破個時間咧，要等下一圈先得啦。哇！呢部好搶眼啊！成部金色嘅保時捷，咁啊，亦都咧就係會完成佢呢一個自由練習嘅呢一個圈。咁啊，海恩里基呢位車手嚟講，亦都嚟過澳門㗎啦。咁啊，今年其實佢喺戰績嚟講相當之唔錯啊，亦都係一路揸保時捷㗎。當然啦，值得留意就係11號車基雲啦。咁呢位車手其實如果係而家以個成績嚟講咧，唔算你想排14位，但係大家冇唔記得喎，其實佢係今年新鮮出爐嘅德國 DTM 嘅總冠軍嚇，第一次嚟澳門，咁啊實力咧不容忽視嘅。話咁快佢已經上去第8位啦。
咁啊 DTM 嘅總冠軍咧，過往亦都曾經嚟過澳門，但係感覺上咧個表現就麻麻地啊。係，亦都係揸保時捷㗎。咁啊，似乎咧就係即係街道賽啦，至中安仔我哋都講緊咧，兩邊都係難同佢哋鬥開 DTM 嘅賽事，一啲場地賽啦，嗰個感覺咧又會係好唔同。咁啊，所以啲車手咧，即係你熟習跑道之餘咧，你初嚟報道啊，你真係全部係左右兩邊都係唔可以錯嘅。一係就攬左，一係攬右，攬左或就即時散晒，攬右防撞欄咧，分鐘彈到你唔知去邊度。咁但係而家留意下沙一號車啊，咁呢部車咧就哎呀頭先咧就做快時間，但係上到上路方面咧，咁啊反而又慢咗落嚟啊，唔得。咁啊呢位即係南非車手。而家暫時嚟講都係馬些路啊，咁啊以時間方面啦，2分16秒820咧，咁啊仲係最快時間。咁啊當然啦，而家嘅練習賽嘅時間啊係俾我哋作為一個參考嘅。咁啊因為呢個嘅練習賽嘅時間咧，亦都不會作落入去個官方嘅記錄啊。咁啊排位賽就唔同啦，排位賽就會係即係更加緊張嘅。咁啊呢一場賽事嘅正式啊，第一個嘅排位賽啦，咁啊將會係安排喺聽日，咁啊都差唔多呢啲時間啦，3點零鐘咧就會進行第一個回合嘅排位賽啦，然之後即刻咧20分鐘休息20分鐘，咁啊就會進行第二場嘅呢個排位賽，就會喺明天晏晝時間進行。咁啊所以咧聽日如果你係 GT 車迷啦，咁啊一定要校定個鬧鐘，聽日晏晝啊，咁啊3點零鐘咧就好扭開個電視咯喎。咁啊，同埋即係去到聽日下晝嘅時間咧，就排位賽。即係如果雲哥爾有足夠嘅架撐零件咧，都有時間去砌翻掂嘅話。咁啊，咁大個車隊咧，基本上一啲嘅零件都會備用好㗎啦。咁但係由於我覺得佢撞爛咧個車架都會有少少扭扭地。咁啊，所以能唔能夠係修復到10全10美啦？我相信點都會有1-2個%咧係跌咗鑊嘅。好啦，呢邊見到德國車手哥德，哥德揸住部麥拿倫嘅720S 啦。咁呢部賽車喺今日嘅比賽嚟講咧，時間就唔算話好理想啊，排喺第12。咁啊，仍然有待改善嘅。咁啊，最快時間就2分18秒5。不過佢比莫塔拿嘅成績咧更加要好。咁啊，比莫塔拿嘅時間咧快咗有0.6秒嘅。嗱，因為我留意緊50號呢個富奧嗰部車啦，一路嚟講成績唔算理想，咁而家開始咧，似乎佢上緊力㗎啦，已經上到第4位啦，個時間係2分17秒1，咁啊時間係進步緊嘅，咁啊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頂頭大熱門啦，我諗大家都記憶猶新，舊年咧佢同呢個同馬些路咧係鬥到難分難解嘅，咁所以變咗而家上到第4位咧，我諗大家都會期望佢有更加好嘅表現啦。係啊，咁啊而家其實法拉利啦，即係全世界嘅車迷啦，甚至乎佢哋廠方啊，都好想咧佢哋喺呢場嘅比賽啦裏邊係贏車。點解咧？因為喺一級方程式咧，似乎個成績就麻麻地。佢哋嗰啲領導咧，都係即係要 F1 嘅車隊啦。成隊 team 咧就仿效啊呢個耐力賽嘅車隊，就希望咧就係一樣可以攞到一個好嘅成績。不過佢就搞唔清楚咧，原來兩邊嘅開發咧完全係唔同嘅。咁啊，耐力賽同埋呢個 GT 嘅比賽，佢哋有好成績就唔代表 F1 裏邊咧同樣有一個好嘅成績。嗱，葉一飛咁啊，暫時咧排喺第9啊。不過呢位車手我都係確信佢有一定嘅實力，非常之快嘅呢位中國籍嘅車手。我暫時咧就係2分17秒89，排喺呢個第9位。嗱，呢個圈咧應該海恩里基咧會更加快啊，金色車啊，大家都留意到。咁啊，暫時嚟講，你睇到佢個圈速咧係好好嘅。嗱，亦都冇錯啦，佢已經上咗去第2位啦。呢部保時捷咧，似乎咧係比呢個皮卡利耶魯嗰部咧更加快啊！嗱，鏡頭所見咧就顏士拿啦，咁啊，我諗大家對佢個爸爸、佢個爹哋咧都熟悉啦。你喺澳門咧都係出賽多年㗎啦。咁佢個乖仔咧，其實舊年已經嚟過，不過發生意外啦。咁啊，今年嚟講咧捲土重來，揸住部林寶堅尼，暫時嚟講個成績咧唔算話好理想啊，排喺15位嘅啫。咁啊，顏士拿嚟澳門嘅時間都仲係叫做東望洋大賽啊，東望洋房車賽。
咁啊好多資深嘅車迷咧，亦都係認識啦。咁啊當時基本都係無敵㗎啦，艾斯拿。係啊，但係當時東海洋大賽已經係第二，即係除咗方程式之後，已經係第2個重頭戲嚟嘅喎嚇。冇錯。咁啊睇下佢嘅仔仔，咁啊能唔能夠咧一樣好似老豆咁威啦？19號車嘅艾斯拿。咁啊完成咗呢一個圈之後咧，個時間就雖然改善咗，咁啊但係個排名咧就係冇乜提升。83號車繼續坐葉一飛嗰架車翻落嚟，咁啊輕輕頭先落彎嘅時候咧就係卡一卡個底板啊。咁啊呢啲嘅車輛咧，其實撈到咧個車身降低到咧就係好貼地。咁啊下邊咧亦都唔預咗咧係有個磨損㗎啦。咁啊所以咧就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嚟到衝線灣。哦，咁啊直接入去呢個維修站。哇！我以為佢有快時間喎，其實做得唔錯啊，4個即係4個時段咯。佢4個時段都係快時間，係啊，其中一個時段仲係紫色嘅添㗎。我直情就唔要嗰個成績啦，咁啊翻返入維修站咧就係調整一下，剩低嘅分數咧就得翻9分鐘嗰個時間。咁啊有幾位車手咧都分別啦先後進入咗呢個嘅維修站，亦都有啲車手咧而家係出翻嚟啊，包括咧就係馬些路。馬些路頭先咧就係入咗去唞咗有幾分鐘啦，咁啊調整咗之後咧嚟到而家剩翻8分鐘嘅時間咧，翻出去跑道咧，再試一試部車。咁可能都有唔同嘅設定啦，咁啊並非咧就係為咗衝一個單圈嘅，因為佢哋要有一個穩定嘅發揮咧，先至會喺一個正賽裏邊咧攞到一個好嘅成績。咁啊37號嘅鄧益都係中國車手啊！咁啊中國喺近呢幾年咧都即係誕生咗好多咧，就係參加呢個 GT 比賽嘅車手。咁啊佢哋喺呢一個賽事嘅投入咧，亦都個力度好大嘅。咁啊，鄧益呢位車手其實今次嘅free practice 咧，我覺得表現係出奇地好喎。因為喺咁多個車手嚟講咧，開頭諗住佢未必係能夠上到10名添嘅，但係而家佢嘅榮次咧，其實係排喺第7位嘅。咁啊，真係相當之快嘅。係啊，唔錯啊，都再加上佢係第一次嚟到澳門參加比賽啦。係啊，揸住部 Ferrari，我諗真係非常之出色啊！咁當然啦，佢喺今年嘅呢個中國 GT 錦標賽裏邊咧，就係攞到呢個全年嘅第3啦。咁啊，亦都喺呢個世界嘅呢個世界盃亞洲嘅挑戰賽裏邊咧，攞到一個幾好嘅成績啦。咁啊，攞到一個亞軍。因為而家以佢嘅時間咧，係比阿方俊宇咧更加好啊！方俊嘅時間咧已經係跌到42位㗎啦。咁啊，但係方俊嘅時間亦都係比莫塔拿好。莫塔拿而家係排喺14位㗎。咁啊，佢亦都非常之年輕喎，鄧益啊，23歲。係啊，好後生㗎咋。咁佢同阿方俊遠咧，亦都係喺即係呢班車手裏邊咧，唯一2位都係銀色嘅車手裏邊。嗱呢個圈咧，皮卡里耶魯咧係有機會咧係上翻第1位㗎，因為個時間係好快。佢喺第2同第3個路段咧，分別咧都係能夠做到紫色，即係話最快嘅時間。咁啊，睇佢翻嚟第4同第5個路段點樣啦？第4個路段都係全場最快啊！咁啊，似乎好大機會咧，翻到嚟咧，佢應該係最快㗎。嗱，冇錯啦，911嘅皮卡里耶魯咧已經係做到2分16秒196啊！咁呢個時間咧，亦都係目前嚟講今日嘅第2次嘅 free practice 都係最快嘅時間。啊！佢反而入咗維修站再出翻嚟之後咧，即係部車啊，咁啊又再快咯喎！咁啊而家目前仲有試車時間，咁啊仲可以俾佢做到兩個圈喎嚇。係啊，而家仲有係5分鐘左右嘅時間。
咁啊，亦都而家見到咧，就皮卡里耶路咧就越轉越勇啊！咁啊，當然啦，咁啊呢個就等佢啲車手或者同埋車隊啊攞一定嘅數據，咁啊聽日就會響排位賽方面咧，咁啊有一定嘅幫助㗎啦。嗱，鏡頭見到咧就係保高拿茲啦，呢位法國車手嚟講咧，都係揸保時捷㗎。咁個時間咧就比較上係一般啦，暫時嚟講咧係排喺第10位嘅啫。哇，都仲快喎！而家見到911車皮卡里耶路喎。係啊，佢做完個快圈之後咧，呢個圈係更快啊！喺第2同第3路段咧，都係做到紫色嘅。咁呢個圈咧，真係有機會繼續咧係將佢2分16嘅時間咧係更進一步。嗱，11號車啦，就係頭先我講過呢個德國房車賽嘅總冠軍，今次第一次嚟澳門嘅啫。咁個時間咧，暫時咧都係 OK 嘅，即係我所謂 OK 咧，就係話喺第10位。10位以內啦，而家排喺第8嘅。咁架車咧係成架車銀色嘅。咁佢喺上咗第6位啦，已經係快咗㗎。啊，睇下皮卡里耶路，同埋呢個圈頭先嗰段咧就慢翻咗少少落嚟啊！哇，又快喎！喂，而家佢會真係已經突破到2分15秒966咯喎！係啊，2分15秒966係非常之快嘅時間。嗱，當然啦，其實呢部車同呢個今朝早雲科爾嗰部咧922咧都係差少少。其實兩部車都係2分15㗎啦，已經係非常之快嘅，亦都係一個超快嘅時間啦。咁即係話呢兩部嘅保時捷咧，即係如果雲科爾部車整翻好，亦都調校冇問題嚟講咧，絕對係有爭勝嘅本錢啊！係啊，咁啊睇到佢哋嗰個設定咧非常之理想啊！對於今屆澳門賽道嚟講咧，完全能夠發揮到佢部車嘅呢個實力㗎。咁啊，至於咧就係53號車，見到富奧之前嘅其中一位競爭對手咧就係馬些路啦。咁啊，而家暫時都做緊咧就係2分16秒8嘅啫。咁啊，呢個時間咧，如果咁樣睇咧，去到聽日嘅排位賽咧，基本上要攞前排嘅位置咧，都有少少渺茫啊！咁啊，主要咧就係911呢個皮卡里耶路咧，佢做出嚟嘅圈速真係好快。咁啊，另外22號嘅海恩里希，咁啊同樣駕駛保時捷嘅呢個賽車啦，咁都暫時排喺第3。即係話今屆賽事其實保時捷車隊咧，成個車系喺澳門嘅發揮咧，係真係幾理想。係啊，絕對同意啊！嗱，馬些路其實呢個圈做得相當之好㗎啦，已經係快咗，不過咧都唔夠皮卡里耶路咁快啊，因為皮卡里已經去到2分15，佢係2分16秒1嘅啫，其實個相差係0.1秒。不過你而家暫時睇到啦，馬些路部車咧，似乎響即係咁多圈之下咧，咁啊都未做到一個嘅理想時間出嚟喎，咁啊最快都係2分19秒142啊！艾力臣咁啊比較少提呢一位嘅車手，咁啊嚟自瑞典嘅車手啦。艾力臣暫時啊46號車咧，咁啊排位咧就係排喺第10位。咁呢位嘅瑞典車手咧，亦都嚟過澳門2次。咁啊之前咧最好成績就係排喺第7啦。近呢2屆嘅賽事咧，主力就集中參加呢個係電動方程式啊。Formula E 嘅呢個賽事，咁但係呢個賽事咧喺近呢1-2年咧，我自己感覺就有少少萎縮啊個規模。咁啊，最初都係雷聲相當之大㗎，亦都好多名隊咧都話會唔會參加咁，但係而家似乎好多都開始縮沙啦。咁亦都嗰個成個規模咧，似乎咧都係有好多文畫符號啊。係啊，咁啊唔好話方程式、電動方程式啦，甚至乎咧就係嗰個電單車啊、電車嘅嗰一組咧，亦都喺世界賽咧就係被取消咗。
咁啊，似乎嗰個發展咧就都係停滯不前，都係專注咧呢個電車咧專注民用車會好啲啊。係啊，咁啊，競技方面咧，我自己都覺得電車同呢一個嘅我哋叫做燃油車啦、汽油車咧，個分別真係實在太大啦。聲音都好大分別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剩翻13秒嘅時間啦，翻到嚟就會咧衝格仔旗嘅。咁啊，見到31號車雲達連特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係提升佢嘅嗰個位置啊？相信咧都幾難啊，暫時排喺第6位嘅雲達連特。咦，仲可以做多個圈喎，啱啱過，啱過，可以做到個圈，冇錯，好彩。咁啊，有車手已經係，咦咁啊見到過咗格仔旗嘅咯喎，其實公佈出嚟就雲達連特31號車，咁啊佢就完咗嘅咯喎，咁完咗啦，佢完咗，咁但係其他車手做就未衝格仔旗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似乎皮卡利由呢個圈咧，佢都唔要噶啦嚇，因為都係架車放慢咗啦。咁啊，好大機會咧，呢個 free practice 咧，佢應該係最快㗎。係啊，因為後邊嘅馬些路咧都冇做一啲更加快嘅時間，冇錯啦，直接入翻維修站啦。嗱，值得一提嘅咧就係11號啊基雲啊，頭先我提過多次嘅 DTM 冠軍咧，佢都排喺第4位啊，成績好理想。第一次嚟澳門，而家做到2分16秒6啊，係一個好快嘅時間嚟㗎。同埋基雲咧都係土耳其嘅車手啦，咁其實能夠咧係躋身去一班咁前嘅一個位置咧，感覺上咧就係幾特別。因為過往咧我哋都見到咧係一個意大利啊、法國、德國啊嗰啲瑞士嘅車手咧，係一個 GT 杯裏邊咧就係佢哋壟斷晒。咁啊土耳其車手咁啊能夠咧躋身去到前列嘅位置，其實佢都係第一次嚟澳門，咁已經咧就咁快上到去咧就係前4位嘅位置，真係好厲害啊！好厲害啊！佢比佢嘅隊友咧，呢個海恩里基得更快啊！即係頭先我哋呢度講啦，一部金車，一部銀車，咁啊而家似乎呢部銀色嘅車咧，比部金色嘅車係更加快嘅。雖然佢兩部車嘅成績都係 OK 嘅，啊即係一部就暫時嚟講排喺第3位啦，咁應該係都穩穩陣陣㗎啦。另外一部咧22號車啊，海恩基里咧就係排喺第5位嘅。咁但係佢哋兩部車其實咧都係做到2分16㗎，一個非常之快嘅成績。係咁啊，基雲咧喺之前亦都好熟悉亞洲啦，因為佢之前咧就係參加呢個亞洲嘅利曼系列賽，咁啊當時咧就係揸呢個 LMP2 組別嘅呢個賽車，咁所以佢對亞洲嘅城市、亞洲嘅文化或者環境咧，佢都係有一定嘅了解嘅。咁啊，而之後咧亦都去到呢個 DTM 嘅比賽裏邊咧參加全年嘅賽事。嗱 Ferrari 方面咧係以葉一飛係非常之好喎，佢真係飛到上去第6位喎。其實佢比呢個富奧嘅成績咧更加理想，富奧即係去到第8嘅啫。係喎，咁啊富奧咧，我哋頭先嗰個圈冇乜點留意佢啦，眨下眼咧由第3跌到落去第8啊。好啦，報一報成績先。好啊，最快嘅咧就係皮卡里耶路啦，個時間係2分15.9，亦都係唯一一位車手咧去到2分15嘅。咁啊跟住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嘅馬些路啦，跟住咧就係雲特連特啦，嚇排到第4位嘅咧，但係大家比較上陌生，但係其實係好有名氣嘅基雲。咁啊去到第5位咧就係頭先你都提過海恩基里另外一部保時捷啦，排第6位嘅就係83號車葉一飛啦，中國車手。第7位嘅咧就係排到45號車嘅哈斯，第8就係50號車嘅富奧，而排10位咧就係23號。
啦，我哋而家先休息陣，等間翻嚟咧會有呢個 F1 世界盃嘅排位賽。